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林雅珊，欢迎收看3月5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这个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民调的重要时刻，参选人陈廷辉上午召开记者会，指控对手利用11组以上的假账号，在网络社团散布歪案影片来攻击。目前因除了报警以及向党中央检举以外，也呼吁市民唔通受到影响。这个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的关键时刻，市长参选人陈廷辉的阵营，在3月4号暗时10点到11点15分之间，所在网络上查到有11组以上的假账号，集中在这个时间点散布恶意攻击甲歪案影片，所以目前已经报警调查，同时呼吁市民唔通被这种恶质的做法来影响。有不孝的这个阵营。竟然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手法，大量利用现在网络科技的一个便利流通，然后二次的扭曲跟抹黑，来用这样的一个不实的影片、剪辑的影片，那个内容不堪入目，而且是很低俗的。那我们不知道说这样的一个选举文化能够引起选民的认同吗？我们应该要好好的一个谴责。竞选团队揭开会飞3部曲，为第一步制作歪案影片在网络散布，并大量购买假账号，然后全面性集中在同一时间放送。对此，陈廷辉也非常痛心，呼吁党内同志停止这款的动作，也希望党中央赶紧处理，进行调查。会飞的3部曲，从网络先制造所谓抹黑影片，我们从整个资料里面看到了有7支以上的抹黑影片，这是我们在昨天去找下来的7支抹黑影片，还有更多，我们陆续还在了解、收集当中，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收集起来，我们全部提告，我们会跟警方报案。这是我们现在第一步要做的。还有，我们已经向党中央正式提出所有的检举，要求党中央要立即发文声明。面对参选以来的歪案攻击，陈廷辉强调会更加坚强行落去，绝对袂被拍倒，也希望选民会当陪伊行过这段路。但是文章山林根采访报道。在民进党市长初选最后决战的时刻，参选人吴伟哲选择用车队游行的方式来争取认同。在选团当中，伊也着清廉、朴实、甲优秀的3大旗仔。宣誓选赢的决心。每一期会当选团的机会虽然日头赤硬硬，不过市长参选人吴伟哲车队对溪北、溪南大会师到府城228纪念公园，加上这个议员甲参选人的支持小艇，声势相当庞大。会中以清廉、朴实、甲优秀等3大主题，再次向市民来宣誓。表达因理念斗阵、团结小艇的决心。我们这么努力的结果，就是希望说，在明天、后天的民调里面，能够脱颖而出，能够对于过去台南的历任县长、历任市长，以及我们赖清德前市长、我们赖院长，还有陈菊市长，大家的这么样的用心。这么样的这个不吝这个指导来为我们助选，我们一定要努力，才能够不负赖院长、陈菊市长的所托，才能够不负所有大台南190万市民的托付。所以我想说，今天这样的3路会师，最重要的是宣示我们的决心，也宣示明天、后天的民调，我们有信心一定能够赢。你说对不对？
固定3、5号开始的民调，因为党中央第一天抽签由家己开始，也是台南甲高雄，毋是明仔就是后日，所以嘛，互参选人定赢，也需要加拼一天，用车队、建立人群，或者是网络、简讯等各种管道来争取支持。同时，上重要是呼吁支持者爱伫厝内固电话。新闻本及郭国义采访报道。民进党议员参选人林树杰3号、4号两天伫南区北基店以及万年店举办政见发表会，会中来了千多名关心南区发展的乡亲到场相听。林树杰，林树杰，林树杰。为了争取伫这次的民进党议员初选当中出线，参选人林树杰伫3号、4号分别拢举行政见发表会，选伫南区地方大庙、北基店以及万年店，甲乡亲面对面，讲出家己参选的心路历程以及政见说明，提出有利补助、长照政策、提升经济，以及设立地方病院等政见，来争取选民的认同。咱是咱的故乡，咱是咱的乡里，咱看真侪乡亲，因有足侪无奈，但是因煞求助无门。咱嘛看到咱的人口一直咧少，嘛是找无办法通来解决。咱看到咱的地方会当发展，但是伊的发展煞伤慢。事实也知影，这拢爱透过公权力才有才了解决。所以我愿意站出来，奉献我的力量，甲咱的乡亲，大家共同来为台南的未来来打拼。而且，我嘛要拜托咱这乡亲时代，给我机会，甲我相听，给我一个机会，会当来为社会来做一寡代志。会中也来了真侪名人好朋友前来赞声，除了名嘴于美美，阁有同款伫咧拼初选的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也向大家推荐林树杰是做议员的好人选。这边南区安平有足侪候选人，大家拢足优秀哦，尤其足侪新人，所以遐绝对伫新人内底最值得大家支持，最值得大家拍拼哦，连同所有咱民进党。所有咱提出的好的候选人，共同拍拼来为咱安平、为咱南区拍拼，你讲好无？好。林书记也表示，未来若顺利进入议，希望政府会当赶紧对西北段进行通盘检讨，以带动发展。多位南区地主早期农地被征收做台南军机场，气温被征收做安平港，村内土地若是要建筑，也就是养殖，拢真歹趁食。所以现在因只好寄望政府会当尽速做整体规划，对西北段进行通盘检讨，以带动南区发展再现风华。希望讲大我叫我搁再加油啦，吼！你要看南区吼，安尼条件遮尔好。迄个有机场、有商港，咱的即个土地上大咧，2000几公顷咧，结果竟然咱的南区发展袂起来，这就是头拄咱的副总工程师讲的，即个内政部也好，咱台南市都发局也好，这负真大的责任啦。因为咱若整体开发的时阵，咱嘛无一定爱等安平港咧，你安平港若无发展，若无存食。安尼，阮遮的土地，阮地主的土地无开发，这代志无要紧。阮个人，阮食暗暝也无要紧，散了去有关系啊。即嘛是因为咱南区若无开发，咱的即个整个的台南市，咱要安怎发展啊？都发局表示，将近100公顷的土地，将是未来优先配合安平港开发的重要之地。你若是要将农业区进行变更，也是需要将计划送到中央，等台内进步通过，再当做细部计划。不过，会当替地主再一次传达意见，向中央订正。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普林西主会结合德光中学等社团所举办的关会活动，每一档都会选伫3月份第2个礼拜日，所以今年就定伫11号伫台南公园举办。主办单位表示，除了有丰富的毛彩品以外，阁要捐出一台行动车，
河南台南家扶中心来照顾弱势。来自德光中学家长会、普林西主会、金城甲精英青商会等社团代表，伫议员詹培雅号召之下，下晡组织做会，共同来宣传3月11号因将扩大办理已经持续15天的关会行动。今年除了祭出机车等大奖来摸彩，鼓励民众以外，同时嘛将捐出一台行动车，予南台南家扶中心来使用。这次的捐血活动是在2018年的那个人间春满有爱的捐血活动，是由我们柏林市指挥德观女中学以及我们精英青商共同合办。那我们这次非常有吸引力的地方就是有重型机车的摸彩，还有一个很多的摸彩大型的电视、液晶电视那还有一个最大的重点是我们当天我们会捐给家扶中心一个传爱行动车，让那些比较的弱势孩子们在刮风下雨的时候能够安全的不要淋到雨这样子。借着这个行动传爱车呢，让他们的服务能够更加的迅速，也更加的安全也符合我们市执会今年的主轴就是行动力。让我们把这个爱心呢，很迅速的传播到每个地方我们台南市的整个大街小巷去帮助一些弱势的家庭、弱势的儿童需要帮助的人。这个企业甲社团的热心参与，嘛期待有更较侪人来热情响应，做伙将爱心回馈社会。等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新口群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市府文化局3号举办科技音乐图书馆开幕仪式，由代理市长李梦燕亲自主持。同间佮邀请到教育部长官以及科技的家属共同出席，整个科技音乐图书馆正式启用。位伫市立图书馆边仔的游乐场，伫1975年启用，早期曾经是台南大型艺文表演的场地，经历过真侪经典表演，甚至连天王刘德华也伫遮开过演唱会。但是伫台南文化中心成立以后，才着被渐渐取代。市府为2015年开始投入5300万的经费，并结合教育部的推动公共图书馆书香卓越等环计划，进行建筑的改革，成立了科技音乐图书馆。这栋建筑物可以说是非常的珍贵，因为它蕴含了太多台南人尤其是音乐艺文爱好的共同的历史的记忆啊。那我们大家都希望妥善的来保留保存这一栋建筑物，并且让它有更多的使用。那我们不只是让长辈可以来这边怀念怀旧啊，那我们也提供了很多的空间，让年轻的学子、年轻的音乐的爱好者可以来这边团练，可以来这边使用还有阅读相关的著作书籍。那第二个是我们特别要感谢许博士就许石先生的公子，那把许石先生所很多的这个珍贵的作品、手稿、原稿，还有他的著作、他的藏书，他所收集的唱片他当时在台湾调查我们台湾的民谣的这些过程的一些资料这些很珍贵的历史文件
来捐给市政府。那我们也成立了一个许时音乐馆啊，那么来音乐图书馆来纪念啊，也来表彰他对台南艺文界歌唱界的贡献。伫考照音乐图书馆请夜开幕以后，文化局暗时7点也伫台南公园举行南岛之夜音乐会，邀请到歌星林秀珠、刘福祖、林聪以及记录社演唱考照先生作品，请大家做伙回顾古早台湾的经典歌曲。咱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2018昆喜湾乐活文化季将伫3月24号登场。为了整合南区观光资源，南区公所特别结合在地民俗业者，首次推出昆喜湾畅游券，要提供民众各种优惠好康，来吸引更较侪观光人潮。昆喜湾地区有丰富观光资源，无论是文史建筑、黄金海岸、四昆山、红树林等自然生态，拢非常有观光发展的实力。这次南区公所结合南区在地旅游民俗业者以及观光餐饮，合作推出昆喜湾畅游券的特别服务，让各位民众会当用上优惠的介绍游南区。非常优惠的这个住宿方案，希望能够来昆喜湾参加活动2天1夜的我们的各地的旅客，能够在我们优质的饭店住下来。那晚上怎么办？晚上要吃饭，晚上吃饭就可以参加我们的风味餐，因为往年风味餐就是一定就是爱一道，好，那很多散客来他没有办法吃，他又很想吃风味餐，我们的风味餐又是非常精致的，我们讲的板的文化有一些对住在中北部的人，他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像我们就是伫户湾呢，足侪人做伙食饭，这种板的文化可能较少拄到哈。那你可以来参加，那可是你又没有办法订一桌，没有关系，你就可以来买我们的这个畅游券，我们就可以帮跟其他各地的好朋友，我们就可以凑桌，只要你1个人、2个人都可以来订。那今年还另外一个我们的畅游券就是，我们的这个小旅行。好，那我们有分成有4种价格哈，399、499、599、699、799。那你可以选择我们的畅游券之后呢，就可以来参加选里面的小旅行的各项活动来参加。畅游券的数量有限，而且卖了就停止贩卖，袂搁再加卖。民众若对昆喜湾畅游券有兴趣，会当就南区公所黄金南区好行的脸书粉丝团，或者是打电话查询相关内容。咱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东区南天府每一档的元宵节，拢会举办彩灯的暗会，提供汽车、电视、家电等好礼，和信徒摸彩，并邀请代理市长李梦燕担任点灯官，为台南市祈福。南天府延续30多档的传统，每一届元宵节拢会举办元宵约灯谜暗会，除了趣味的灯谜。并安排天官、地官、水官的点灯祈福仪式，并邀请代理市长李梦燕担任点灯官，象征香火相传，场面庄严隆重。天官赐福吉祥，丰年春意开新运，春晚天官福分文。南天府今年是建庙50周年了哈。所以真正无简单。另外今年嘛是咱全国全市啦，会使讲全国上少年的主委来就任哈。这有那是第2个无简单的这个记录哈。另外咱南天府办咱的这个元宵灯会，元宵的点灯的这个仪式，加相关的这个活动，已经有30几年的这个历史哈。所以真难得。这几项这拢是无简单，才有法度做到吼。这届真感谢，咱希望嘛要来感谢咱南天府咱主委、副主委甲各位委员迄个包括咱在座里长吼，那大家伫南天府咱组成一个慈善会哈。那么可以说是对社会的这个弱势，还有学校的奖学金弱势学生这个奖学金哈。
还有相关的社会的关怀，可以说付出非常大。蓝天府元宵晚会会当讲是愈暗愈精彩，除了有1台机车，还有5台电视等千项大奖，更有东光国小学生表演精彩歌舞节目，吸引上千的现象斗阵闹热。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为了帮助身心障碍者欣赏到今年精彩的台湾国际蓝点，社会局伫蓝点期间特别提供游览车的接送服务，每一天有2班，相当大心。今年一度的台湾国际蓝点已经闹热伫后壁区登场，为了让身心障碍者有机会欣赏精彩蓝花，今年社区除了维持过去有富康巴士的接驳以外，也特别大心提供游览专车服务。伫蓝点期间，每一天伫淡公园上午拢有2个班次，嘛有这群身体障碍者相当欢喜，享受难得的一日游。以前都是搭公车。然后再从火车站搭到那个善化，然后从善化那边再搭那个接驳车去兰花站。是，所以这样比较方便，有专车道啊。对，这样比较方便。游览车直接接驳到那边是对我们小座的学员们比较方便，因为在他们的行动方面啊，会非常的方便，然后他们都非常的希望有这样的服务啦，所以他们今天大家一来教室就非常的开心，对，一直等待的到兰花展那个地方。搭车去蓝展，社区表示，真侪身心障碍者因为坐限制，拢无方便参与大型的户外活动。依照去年统计，利用富康巴士过去蓝点的才64位，所以今年开始，社区加这项服务，来增加车有需要民众多多利用。你若要坐这个咱蓝展的专车吼，会知影。9点到11点，对咱的公园路就发车到蓝展的这个兰花园区。若要倒转来，下晡1点半、4点半，对兰花园区嘛有车会当直接到咱的这个公园路。咱的身障朋友吼，咱会当多多利用咱这个蓝展专车吼。因为以前大家可能感觉交通无方便，爱坐车坐足久的，爱搁换车。毋过今年开始，阮这个新的措施，互咱的身障朋友，大家会当外出，会当去看咱的蓝展。希望讲大家拢会当共同来参与咱这个兰花展。为了帮助身心障碍者，也是65岁以上的老大人伫行的方便，社区表示，蓝点期间嘛欢迎善用社会福利卡免费坐公车，安心前往。台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甲日本长久以来民间交流非常密切，嘛互侪日本的好朋友对台南这片土地留下深刻的生活记忆。对此，市府新闻处特别发表纪录片甲纪录手册，希望甲市民共同为这个城市的感情甲记忆留下见证。会中天野超富的阿公，就是伫台南开设饮料里。伊表示，虽然伊伫母亲的巴肚内离开台湾，毋过嘛算是半个台南人。台南是伊的故乡。另外，孙伟玉之的老爸，则是就读现在台南理中。细汉时，伊嘛伫台南住过2冬。这一对台南的印象虽然拢真深，毋过对因来讲却是珍贵感情。所以市府特别邀请有大位甲台南有缘分的长辈，出版《寻南纪事》这本手册，以及前往日本拍出纪录片，互因回忆，并且来台南顺境。那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专书的发表跟影片的发表，那能够让更多的日本的长辈来台南来寻找他们过去童年的回忆，那也能够让更多的日本年轻人来台南来探索他们的上一代在台南所留下的一些美好的事迹、美好的回忆。那我想这个城市需要更多这样的一个文化，更多这样的一个故事。会中孙伟先生嘛，借机会转到日本台南市奥运会为花莲地单观看，显示日本民间的好友对台南密切的交流加互动。台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好天，有时节分，温度23度到26度，日落雨。
彩铃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你收看3月5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雅珊，咱再会。